為了測試佢隻香梘，我直接倒老乾媽上頭殼啲，我睇洗一滾就冇。聽講有款男人專用個古龍香水梘，可以洗頭、洗面又可以沖涼，洗了之後仲有股淡淡嘅古龍香水味，真係有咁神奇？等陣我買回來嘛，等我就捏爆你盒子。來，我哋先看視頻。如果你爱出汗、爱出油、身上有味的男士，自己闻不到，容易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，可以试试这款专门为男士研发的古龙香水皂。洗脸、洗头、洗澡一皂搞定，洗完之后淡淡的古龙香，不会像香水那么刻意，类似于体香的干净清爽。每个愛乾淨嘅男士都值得囤上。視頻同款古龍香水梘，我就買回來咯，花錢塊，我嚟踩，免費用啦，幫我點藥。而家我哋打開睇睇。嗱，我買了5球，送了5隻發泡袋，睇呢，生硬廠家生地址都有，質量標準係有。而家我哋直接試試到底洗唔洗得。我哋首先嚟稱稱呢個重量夠唔夠。嗱，呢個係100克，佢每隻都係獨立包裝個，裏面仲有一隻膠紙裝到個。我哋睇睇，102克，重量冇問題。為了測試嗰隻香梘，我直接倒老乾媽上頭殼啲，我睇洗一滾就冇。哦喲，你睇呢，搞人呢。而家頭都係咯，好，我哋開水，嗰隻視頻一定到底。首先將隻嘢打起泡沫，冇嘢都好多泡沫咯，嗰啲泡沫啊，好，我哋插上去。幾多泡沫啊？你睇呢？好，抹乾佢。好似真係冇油嘞喎，你睇，嗱，我望見有啲老乾媽個油上高窿，我哋吹乾睇睇。好，你睇下我啲頭髮都可以喎，又冇油了，一洗出嚟乾乾爽爽啦。而家我哋升級難度，直接搞飛機油。你睇睇呢，嗰啲機油，嗱，睇睇洗甩冇？好，又係攞球梘，開水。搞得球梘黑齊。沖一次水啦。太多油了啫，你睇啦。洗了2次已經差唔多乾淨啦，我哋洗多次，太黑了啲。係幾多泡沫？你哋睇啲泡沫啦，一儲去全部都係泡沫。好，嗱，而咁就洗乾淨咯，你睇。洗了之後真係有股淡淡嘅古龍香水味，嗰啲味道特別好聞。嗰隻古龍香水梘呢，我就測你咯，呢個吸油能力確實係夠強，啱我倒老乾媽上頭髮啲，而咁洗了之後都係乾乾淨淨，又特別有神嗱。倒機油上手啲洗乾淨之後，佢清清爽爽，仲有股淡淡嘅古龍香水味，而咁天熱咯，肯出汗出油嘅兄弟可以放心沖，靚貨。